大家好，又係我 Benny 喺度啦。咁今日亦都係啦，為開心頻道嘅 fans 啦，就用塔羅牌啦預測一下12星座嘅17年嘅運程喎。咁今集咧係講到咩星座呢？就係處女座嘅朋友啦。咁咪一樣啦，抽咗3張牌。咁第一張牌咧就係3個金幣。3個金幣咧係講緊佢喺事業上邊咧會有啲咩事情會發生呢？今年真係多勞多得啊！即係簡單啲講咧，辛苦命啊，唔做唔得。咁同埋咧，唔做唔舒服，唔做啊多病痛。咁所以你話啦，處女座嘅朋友係咪好辛苦呢？但係今年做嘅所有事情咧，其實都係有收成嘅。只不過咧，每一件事咧都要真係落手落腳，就唔可以假手於人啦。咁所以今年處女座嘅朋友勤力啲啦，冇辦法。咁喺感情上面咧，就抽到呢一張啦。其實都幾好㗎，因為點解呢？如果未有拖拍嘅處女座朋友呢，今年有望識到一個咧年紀比自己大少少啦，同埋亦都係有過去的人呢咁嘅照料啦，或者甚至乎睇中你。咁至於喺感情上面，如果已經係發展緊啊，或者係有伴侶嘅朋友呢，咁今年幾好喎，有機會呢可以係更進一步，即係話可以講結婚啦，或者甚至乎係大家一齊去儲錢去做一啲嘢啦。咁喺健康方面咧，我就為佢抽咗一張啦，6把劍啊。咁6把劍呢張牌咧係講緊咩咧？喺健康方面咧，會有機會有一啲舊患啦，同埋一啲舊病啦。今年咧可能有機會復發呢個情況嚇，因為可能長期以嚟嘅作息啦，或者係甚至乎個休息時間啊唔夠啦，亦都有日夜顛倒嘅情況。所以咧今年要注意一下。咁其實個舊病復發問題係咪好嚴重呢？睇牌咧就唔係咁嚴重嘅，只不過咧就係話一定要注意一下休息嘅時間，令到自己有充足嘅睡眠咧。咁咧其實個問題反而唔係咁大。